警方喺錦田圍捕疑匪，雙方駁火開咗40幾槍。警方話，雖然要調人手維持集會遊行嘅秩序，但係實力冇受影響。演藝界人士今日大匯演籌款賑災。香港人嘅捐款送到江蘇省興化市。各位觀眾，警方今朝大規模出動喺元朗錦田搜捕一批涉及嚴重罪案嘅匪徒。匪徒用手榴彈反抗，雙方爆發激烈槍戰，開咗超過40槍，有2個疑匪中槍死亡。警方就拉咗5個疑匪，其中一個死者係被人劫走嘅犯人嚟㗎。警方又起出咗5支手槍同埋一批手榴彈。何富而家喺現場，何富交俾你同大家講下情況係點啦。好，唔該。咁警方目前仍然喺槍戰嘅現場，以及呢一間疑匪用嚟藏身嘅屋裏邊進行調查㗎。咁大約喺9個字之前呢，警方就喺屋裏面話再發現多一個手榴彈。咁氣氛呢係一度又緊張起嚟㗎。喺槍戰發生之後，大批嘅警員仍然喺水頭村封鎖晒所有嘅通道。飛虎隊呢亦都有奉召到場。由於現場仲有手榴彈未爆炸，警方呢係要驅散所有喺附近嘅人。新界重案組同埋反黑情報科嘅人員係根據線報嚟到元朗水頭村進行調查。上星期一喺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俾人持槍劫走疑犯嘅案件。咁今朝6點幾就喺思疑疑匪藏身嘅石屋外面埋伏。到咗8點左右，一個男嘅疑匪由間屋嗰度走出嚟，警方就採取行動將佢拘捕。咁當時呢亦都係驚動咗屋裏面其他4個疑匪㗎。跟住再有2個疑匪行出嚟炸低向警方投降。另外第2個疑匪咧就撈屋行出嚟，將2個手咧擺喺個頭後邊，好似咧就投降咁樣。咁咧就有一個偵緝警員同一個偵緝幫辦咧就上前想去制服佢，但當埋到去嗰陣時咧，呢個疑犯咧就攞出一個好似炸彈咁嘅物體，用一條繩綁住嘅，就將佢咧箍住嗰個警員嘅頸。咁喺呢個同時咧，呢個幫辦咧立刻咧就將呢個炸彈揸住，3個人咧就糾纏，就碌咗落地下。咁喺呢個同時咧，就有2個其他嘅警務人員咧，一個總督察，一個督察咧，就想上前去增援。就喺呢個時候咧，喺屋裏邊咧就立刻